甲骨释文第7集。这间厝有啥物特别？伫我细汉的时，这是阮庄头唯一一间2楼悬的庄仔厝，也就是当时的豪宅。细汉和爸爸去唱浙江因兜，就感觉到唱浙江好野人的气质，和其他的人确实无共款。3000年前的豪宅应该是啥物模样？甲猪有关系无？这字豪本意就是豪宅，而且和猪有关系，将猪想袂到吧？这字豪将猪将高省，将高古字的豪就安尼写，高所运豪就读做豪，好野人就安尼写。有钱人兜1楼饲猪饲头生仔，2楼住人就是豪。家呢住1楼的，甲猪做厝边，草叶仔顶级的就写这字厝，较好的就写这字厝。草叶仔也就是伞。中国的地势，西方高原，东方临海，产生无共款的文化。高原地势较悬，无饮水的忧虑，好野有钱的住伫1楼宽敞的平房。东夷人滨海地势较低，落大雨就淹水，好野的就住伫豪宅，1楼饲猪，2楼住人。散食无钱的呢，高原地区就屈居洞穴内，进入洞穴爱强着身体，所以叫穷。穷高原地区的用语，现在中文拢安尼讲啊。散这字已经废啊。台湾人保留东夷人的文化，又搁咧讲散，好野散的散。厝就是二级厝仔，也就是1楼住人，和猪做厝边。这字散已废，文化主流写倒一字，写这字。甲骨文安尼写，大约会使看出来，古字写做安尼，文音读扫。来看甲骨文的解说，手拿火把在照明。火把强要拄着厝顶，表示这是一个家厝仔。来看另外一字，有火把的余烬落出来，手加乌点就是寸，火把散落的乌点，也就是这字的形音释义。大家有惯势袂？重点哦，形音的释义，所以这字读散。综合起来，这字的解说，一个寸步耍位的老人，拿着火把在家厝仔内找物件。简单的先整理，这字手执魔扫落落来乌点，有安尼的意思，所以烧早的烧才会安尼写。继续来整理一下，这字读散，历史上已经失传啊。咱为甲骨释文，为散落的乌点找出散的读音，嘛好啦。读文读音的扫，就代表行动不便的老人，加一个病字旁，表示又病又穷，读散。善食人、善良人，拢表示穷人。散肉是无破病的肉啦，较无油的肉，所以是肉字旁。散肉嘛是食肉，去猪肉店看到的拢是红色的赤肉，这应该是误读啦。有钱人住狗食屋，好已经了解啊。这字呢，敢毋是读足？是啊，文音读足，鼻音呢，就爱为甲骨文来找。甲骨文画面画一支脚，顶面黏着一个不规则的圆圈，意思是脚为外面踅了一圈，搁转来。落静夜，读音夜，
轻声的额，有无共款的腔口，好额、好额，亲像拢有人讲。即字额也来研究一下，来看额的甲骨文，就是意写啊。意写的倒边是安尼，正边也是安尼，所以就借用做夜市的夜。转来讲骹额的额，表示前后一样的骹印，并额也切读额，若是足也切就读只。古只的只音义相共，例句印额、分额。意写意为何安尼写？原意被借用做夜市的夜，所以加一个肉字旁来区别。夜就是黑暗，本来就中式，加一个中夜省，所以就有现代人习惯的即字替音字夜。文音是周朝以后的主流发音，白音是商朝甲骨文的发音，闽南语保留的发音。有文献无？难啦，次文化嘛，无记录，乱纂的可能有。即字足，白音读额，咱用生活上的用语来验证，看有影是安尼无？文音足够。台语讲到额，满足白音读满额，富足白音读好额。简单举几个例，讲了不足，讲了无够额的，请见谅。好额、好额，来看即字符的金文，将棉、将白，白就是一盎酒。合起来就是厝内有一盎酒，读音好。酒是有钱人兜的消遣，好额安尼来的。有钱人好额，教育部安尼教。即字若读文音的额，是金钱的量词，面额、额度等，或者是人数的量词，录取几个名额。白音读遐。指运动的上面下头，好额照教育部写，语义不通啦。文音白音毋是教育部乱舞迄套，毋信你看，烧早的烧拄则讲过，含漏烧的烧本意相共。超新区教育部安尼教，超物件意思是嫌烦尔。爱写即字超，即字嘛读晓。个人有一个方法来帮助记忆，翘起来有共声符，所以即字读超。形容当兄的即字晓，所以读晓。扫阳的猫猪嘛写即字。按摩图超着沙，咱莫对教育部乱写，咱写即字超。顶一页讲的超，意思嫌烦尔，三图乱超的超。即字超呢，意思是吵呀、扰呀、闹呀。即字嘛读做搅，搅按摩图，搅扰，即字搅。过来研究一组文音白音，文音平均，白音平调，文音均匀，白音交匀。为何文音读均匀的字，白音读调呢？金的金文安尼写。本来是一种制作陶土的搅拌器，即字均将土、将饼、将包。土就是制陶用的黏土，饼就是车磨饼、翻动液。将包其实毋是历史上所有文献讲的包，是将即支搅拌器。古早无电好插。搅拌器有一支手，
当地摇动即台机器，甲黏土超好招云真有文化深度的用词。要考闽南语鉴定的人，招云教育部安尼写，毋知是啥物文化。整理即集的用意，好额，有钱人的两种讲法，无钱人两种讲法，轻散、老少本意就有所在的意思。善食人、善良人，拢是咧形容穷人。散肉是较无油的食肉，夜市本意是过零骹额，前后分额一样，面额、额头和好额无关系。超三除、超暗摩图共音，无共清净的躁动。招云天才才想会出来文化用语。明明下面就写一只猪，但是我看一世人却毋捌安尼想过。捌讲过母语的直观音，算是有听没有到。这有看没有到，安怎号名呢？文音、白音，这就等于闽南语是甲骨文的母语，一字一字来学，是毋是慢慢有体会啊？若比较教育部系统，比对乱教的读册音系统，是毋是看出差别啊？